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The Natural 11月天秤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天秤座11月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有啲天秤座可能身邊有一個之前已經識噶啦。不過就唔係話好熟，亦都冇乜互動嘅人呢，係會有感情發展嘅。咁你對佢之前興趣唔係話好大，但係今個月對方會突然出擊，會好主動同埋成日揾你。咁我見到你哋感情發展嘅速度係好快，可能會有啲好突如其來嘅約會啊咁樣。咁對方帶到俾你新鮮感㗎。咁我會見到你哋兩個發展速度好快，好可能喺11月尾會有更進一步發展嘅。有啲天秤座而家身邊有個對象，你同佢雖然冇正式確立關係，你哋係冇名分嘅，但係相處同埋感覺都好似一對熱戀中嘅情侶咁樣。我見到對方喺度猶豫不決，唔知道應唔應該同你正式開始，咁好可能係佢本身有另一個對象，佢唔知道好唔好放棄同呢個對象，然後同你正式開始，又或者其實佢有啲現實嘅考量，所以佢就令到佢好猶豫，唔知道好唔好發展啊。咁我見到今個月對方會突然下定決心離開呢段關係，對於你嚟講係好震撼，你係單方面接收到呢個資訊，而係冇權去到反對啊。咁你會好崩潰，好唔開心。不過我會見到，當你真係遠離咗呢一個唔適合你嘅對象呢，你可能喺11月尾會識到一個新對象。咁新對象會係一個比較同你係夾啲嘅人嚟嘅，而且佢情緒好穩定啊。咁你同佢一齊咧係會開心好多，佢係會照顧到你感受㗎。天秤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